啊，不会姐夫放，让你坐里面去嘛。他自己要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要讲这个话，你现在都已经是妹妹都坐在河边去哭脸去了，你这姐姐你就不能说两句软话吗？我没讲错吧？自己也挺挑的。他真跳了，你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不掉两滴眼泪水啊？不哭两声啊？是不？现在你还笑得出来吧？你先坐一下啊。好嘞。你想怎么样？赶紧累得很，这几点了？12点了那圈儿。去跳，继续跳。但这个都证明我是爱，我现在牙都没闭起来。你记住你今天所作所为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不见为之情，这次娘的你早晚遇到时间再回来。问你想怎么样？为你呀，说话。